我就是二话不说就是支持我们珊珊市长，还有理性跟感性，神经病，就是支持他。咱的城头才会发展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谢谢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这个很重要哈啊。小小一间房间，人一甲塌塌颠，支持目前市政府区大征收开发方案的社主导促进会，9月初2邀请无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召开座谈会。如果他将来有机会当选，抛个箱啊，拍一好。在场居民遮尔欢喜拍扑是因为社主导建建超过50年，经过12个市长到现任的郭文德，总算是等到要开发的迄天。是副市长参选的黄珊珊延续郭文德的政见表示，为着要争取2038年亚运的举办资格，社主导开发了后会有水上运动中心。社子岛的区段征收计划今年应该会送到中央去核定，那有不同的意见，当然一定要继续去沟通。但是整体计划还是要看多数人的利益。黄珊珊所讲的无同意见，主要就是社主导自救会的声音。区段征收它是将整个社子岛铲平，就包含我们现在的既有聚落9大聚落全部被铲平，那也包含了我们的百年文化，像耶弄土地公，还有端午划龙舟这些活动，它都会因为这样子的开发方式，整个被抹平、被铲平，所以我们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一个开发方式。李华平表示，社主导今摆还阁保留台北市难得的餐庄文化，厝面头尾互相照顾，做伙伫咧餐寮煮食开讲。9月13日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来拜访自救会，自救会特别请伊来了体会在地人情味，也将蛋精批送予伊。这整个政策，第一个讲依人、教过人为本，尊重个别的意思。第二就是环境的保护，第三个才会谈到发展嘛。坦白讲，我看不到就社子岛要全区段征收的公共利益了。针对陈时中这个讲法，促进会理事长尤明照认为，迄是伊无了解社主导土地复杂。伊表示，区大征收毋但会当避免产权甲所有权复杂的问题，嘛会当互5路人拢得到上好的补偿。咱照顾有厝的人，照顾有地的人，照顾有厝无地的人，照顾一寡较弱势的人，互因有安置户的承购，甲安置户的承租。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这几个月是私底下拜访社主导几6摆，嘛有甲自救会的单程批收落来。面对是毋是要区段征收的问题，伊也无直接回应。相关的居民安置、相关的生态聚落的保留，以及基础的生活环境条件的改善，未来我会用非常务实的态度，积极的跟社子岛的住户民众来沟通对话。社主导开发案的争议，是毋是要区段征收的问题，互居民相谈足久啊？两边拢希望一个有智慧的市长，互社主导紧恢复原本的平静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、曾派文台北报道。